13號黃咪咪，芳齡25歲，嚟自馬尼拉。當城西就我最渴望做嘅國際巨星係 John Travolta。人哋見到你都嘻嘻話話，你高我咁多，做 John 做 Travolta 得啦，冇乜問題啦。但係你演技有冇佢咁辣先？你冇關係啊，淨係我個人都已經夠實。觀眾都幾牙刷㗎喎，夠殺啊，夠殺！全情投入，只需相信真的可發生。13號黃咪咪，嚟自馬尼拉，芳齡25歲，係一位模特兒。大家好。係啦，為免尷尬咧，阿志偉呢條問題我問吧啦，唔想鏡頭剔到咁懸殊啊嚇！中國傳統咧就話年28要洗邋遢，年30晚咧就會一家人團年，你聽得到嘛？係啦，但係年29好似冇乜嘢做，咁你認為年29應該要做啲咩咧？拜神。拜神啊！因為今年是特別日子，所以話我拜神。特別日子係要拜神啊！攞多啲祝福，觀眾衰氣。觀眾衰力。衰氣。衰氣。啊！哦。拜神。拜神。希望唔好再高啦。趕走啲衰氣。我哋就嚟睇唔到你。係啦係啦，講嘢都要喺呢度講啊！我個人嘅眼唔係成日望。咁樣嘅高點嘅，係平望嘅。好，多謝晒你。多謝。多小姐啊，呢個就哇高人一等啦，13號嘅馬尼拉小姐，繼續啊。